今年空瑞风台雨水是真高，造成中华台北线83公里的所在路基流失，交通中断。抢修2个月过，今仔开始开放规工单线双向通车路，嘛开放中型的巴士甲8.5吨以下车会当往来。汽车、奥多摆慢慢通过，虽然这个路段还搁在进行补强，不过内山的民众拢真欢喜会当恢复通行。台北线83公里的所在，伫咧去年11月，因为空热风台带来大水雨，致使路基流失，交通断暂。经过公路单位赶工抢修几6个月，总算是完成第1阶段抢通。24早起6点开放中型巴士甲8吨半以下货车通行。目前呢，我们是先做第1阶段的一个地锚补强，在最上方做地锚补强，打了14支地锚，14支。那地锚打完之后，目前可以允许的交通量大概是这样子哈，中巴以及8.5吨以下的货车通行，我们采取比较多的一个工序跟工法，终于把地锚给打成功。那20号左右施压完成。这是要去梨山甲大武岭一定会经过的路段，不过风灾过去了后，路基流失有12公尺长、8公尺深。环岛道路会继续帮塔，公路单位是出动大型的机具来拍地砖、补强、进行抢修。经过2个月，总算完成第1阶段抢通。伫咧时间过程当中，也因为地质破碎，山路嘛较狭，面对着真大考验。梨山的农民表示，抢通对当地产业是有真大帮助。那个游客要上山就2条路，第一个就从合欢山上来，会经过83K 的这个崩塌的那个地层下陷的地方。第2条路就从台北宜兰过来，如果北部过来的当然不会很远，但是如果中南部的话，要往北再绕过来的话，那非常远。当地发展协会表示，第1阶段抢通了后，对当地运补农业资源，也有官人的观光是有真大帮助。不过嘛，希望会当伫咧后一届风台季节来进前，赶紧来加强这个路段，迎接所落来武陵樱花季，也有产业需求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